伫咧网络是有工人用药水咧洗乌山头水库供电板的画面，民众就真烦恼讲因的水源去受到污染。不过经济部甲农业部是拢驳回讲这是无影的代志。那另外贸易委是质疑讲这红山水库的供电板，那当地风采会亲像7月丹那斯风台共款扫甲脆糊糊。认为讲这地方政府若是无同意，就无应该核准水库的供电接照。丹那斯风台7月初登陆嘉义，刷到7日8强风大雨扫过，省长中南部在后的脚步继续重建，其中供电板的议题真受关注。国民党立委陈建辉接到民众陈情，指出红山水库同款拢是大面积的供电板。民进党立委陈建辉更加以乌山头水库供电板为例，要求未来地方政府若无同意，无应该核准任何水库顶边的供电接照。宣示说，如果在地方政府都不同意的前提之下，我们不可能核准任何一张的我们在水库上面的光电执照。对啊，地方政府不同意的话，我们就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农业部长陈俊贵甲经济部长江明鑫拢答应。江明鑫也强调，第二路无解除进程，全面暂缓水库设置供电案的审查。对网络上传出清洁工人用药水清洗乌山头水库的供电板，造成地方民众烦恼。农业部也澄清好人，因为清洁剂成分含有磷，若有使用绝对会当检测出来。民众党立委张启凯是对问敢是有做塑化剂还是塑胶微粒相关检测？有做塑化剂跟塑胶微粒的这个测验吗？塑胶制品有可能最后会有一些微粒的产生哈，但是它没有办法有做相关的这些指标性的连结啦。这个我回去我再跟同仁讨论一下。丹那斯风台一场天灾考验中央甲地方的防灾甲重建能力。虽然经济部强调水库设置水面型供电未影响水质，最近也已经将丹那斯造成的33个按照中的损坏供电板全部清理完成。也不过立委有怨烦恼，后一个风台过来恐惊阁会一摆引起同款的问题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